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回来到《疑眼之声》少年人的现疑广告电台。咱这集呢，同款请到这个方启某来继续来讲伊的音乐创作的部分。你敢是科班呢？读音乐出来？本来我捌读清华大学，搁去台大，搁退听起学。来不是科班呢？毋是，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清大互退学，台大搁互退学。你做啥物代志去互退学？退都无去上课啊。无哦，你就是我咧教册时上讨厌迄款学生。哦，你有捌教册？我有咧教册啊，我咧细心教册。毋过我无咧甲人点名。你若无来上课，其实我的课嘛是无要紧。你若是小说教会出来，对，写了有嚼，写了有对，哦，其实伫我的课拢会过。啊，但是你无去上课，你就无可能对。你若有迄个才调，莫来上课。我的观念啦，你有才调，莫来上我的课。啊，你着爱有才调，写出你的作业，就安尼。好，莫个到期末过来讲，对，无纠正，无迄个代志。对，你敢有去纠正？我有啊，无啊，你纠正一定无效，因为老师上册就是恁来纠正。对，所以无效就读三间大学，读到尾啊，毋知要创啥，阮爸就讲，好无要创啥，我讲我想要出国学音乐，阮爸就讲，你敢有这才调，我讲我会使，伊就讲好，你即马小学，即马去做兵，好，就送我出国，结果出国了，本来伫台湾是拢无咧上课，对，去到美国是拢无咧翘课哦，所以美国人你较介意。第一项是因为因学费足贵哦，会惊着对啦哦，教育部有听着啦吼，后摆吼咱大学的学费拢甲提悬，请互悬哦，安尼出席率就请悬啦。第二项是因为找着家己爱的物件，找着家己有热情。啊，你喺台湾的时阵无咧听音乐吗？有啊，你拢无感觉迄是你介意的物件？有啊，但是我读迄个资讯系啊，所以我伫中原大学，毋是有社团，敢有去升社团所以当咧升社团拢无去上课。原来是安尼对毋是升社团，就是家己伫厝内写歌啦，组家己的乐团啦，无就是拍电动。所以上课对我迄当阵20几岁来讲是无遐尼重要，就因为找无迄个成就。安尼你搁输我一集，我嘛算社团，我搁算2个社团，布袋戏社甲昆曲社。我搁有去读册，我搁有去上课。敢有在拍车？敢有在拍车啊？有交男朋友。我搁有交男朋友，搁有去假把，搁有去这有诶无诶，我拢算甲脚算甲头。毋过老师迄边学业迄边我嘛无甲放弃啥，因为安怎？因为我读诶物件中文是我介意诶物件啦。嘿啦。你都无读到你介意的物件，才安尼，对无？但是我感觉讲，这路都没有白走，就是每一个阶段，你都会拄到，拄到一寡人，这的人都是你后来的贵人。譬如讲，你伫清大有拄着后来这 KKBOX 做经理，台大有就拄着后来可能即马做音乐有熟悉的人，就是同齐在做音乐的人。中原大学都是迄当阵有一个课是音乐制作学程。这个课我都没有在翘。对。所以我觉得走过路都没有白走，每一个阶段我都有找到自己当时成就我现在的我的事情。若是有家长吼咧听这集吼，你就爱知影讲，你的囡仔吼，你爱先，咱讲细汉时爱掠酒啦，掠酒多济掠酒了，尾啊，你佫着看伊兴趣啥，你就互伊送去，互伊学啥，莫讲人讲。有一个笑话啊，就讲恁这个亚洲的这个家长吼，拢无民主啦，吼，都一定爱学生去囡仔去读这读迄读这，亚洲的家长
就讲无啊，阮拢足民主的啊，阮就干那问阮的囡仔讲，你要做倒一科医生，差不多安尼啦，对对无？但是家长会当较早发现讲，这个囡仔其实伊毋是讲毋是袂晓读册哦，伊是袂晓读，无爱读，伊无兴趣的册，因为你学音乐嘛爱读足侪册呢。对对无？迄嘛是读册呢。但是我咧学的时阵感觉足好耍。对啊，因为你有兴趣啊，就感觉阮大学的时阵共款，中文我有兴趣啊，我就1减2个，无爱困嘛爱读。对啊，嘛无爱困嘛爱耍，要甲同齐来耍啦。啊，你去美国时敢有耍？当然啊，嘛共款耍，共款读，共款耍，你看共款意思嘛，对无？对啊，拢去到遐，当然要算到本。嘿，毋过读册嘛，拢无翘课，无翘课。嘿，有啦，翘一届，嘿，差不多2点钟，因为我感冒。哦，迄无算，迄算请假啦。我伫遐2年，干那2点钟。啊，你感觉美国迄边的音乐的环境，甲台湾这边有啥无共？其实差不多。差不多吗？应该是差就这吧。无，这核心来讲，其实差不多。就是爱趁钱。对，追求的代志。就是趁钱。就是那等比例放大。趁就这钱。对，大的可以更大，小的就更小，只是那基数变大。哦，所以人较济啦。对，再刷台湾的问题，就人伤少啦。但我觉得我们不能妄自菲薄。无，咱来。我们不能忘记亚龙主代，不，就是我们有很多，我们有很价值，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价值。但给达都是，但你去美国的人，你一定有感觉到啊。你作为一个台湾人去美国，一定有是我即个恁咧交流的中间，你发觉讲啊，这是你的生存价值，你的文化的自信安尼。在美国，其实做事结构比较清楚，是啊，分工很细，嘿。在台湾，自己其实我们比较有那种会得过且过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就好，哎得了啦，差不多啦，比较容易遇到这样子的状况。那市场又小，大家又会削价竞争。但是我去当阵听起来无优点呢，台湾优点，那优点就是咱这是受到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。我家嘛有，加一加。但是咱的优点就是自由，创作自由。美国敢无自由？有，但是我们像一个小村庄一样，大家都认识大家。然后，所以我们的关系会比较紧密。对，那它有它的好处跟它的坏处。那我们比较越厉害的人，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聚集在一起，合作会的。对，做我们想做的事情。美国敢无法度？美国伤大。你即马在 New York， 你要找迄个 LA 的 artist， 因为你飞机你要飞8个小时，所以。那这个大的程度，大家会越来越远。那我们就是大家感情会比较。敢那东边甲西边的生活是无共款的，观念嘛无共款，对不？对。那所以台湾有台湾家己音乐的历史，有的好处啦。对，然后有没有自己的历史？我们有自己的一群人，是我们不应该觉得国外就比较好我们都在这里，我们。在做我们自己的音乐，这就是安怎你会无留伫美国的原因吗？无啦，我无来英国，美国是因为钱无够，钱开了就找无头路就无倒，佫无迄个，佫无绿卡，所以无倒。带一个，毋是带一个就有啊？敢有遐简单？我毋知。对但是转来台湾其实后来发现讲，我的朋友拢会遮，我的 connection 拢伫遮。就到大开始有找到一寡做rapper 的 keyboard player 的机会，然后开始做制作人的机会。做制作人。你即马音乐甲咱台湾有啥物看这个较深的关联无？
做台语其实就是为着讲献互咱台湾所讲，这我出国转来，但是我做的是台湾的歌。对啊，you can take a boy out of Taiwan, you can't take a Taiwan out of the boy。这句我听无，我英语就歹。你会当甲一个人为台湾带去美国，对，提走，但是你无法度为对我内底，你无法度提走我内底的台湾。哦，你内底要有台湾的。对。哦，阮即摆在听一个美国仔咧讲台语就对啦。差不多。无啦，我只带4年尔。我台语我台语写做安尼是我家己本身的问题。这做一张专辑，就是咧治疗我台语讲袂好势即项代志。你后一张呢？共款嘛台语吗？毋知，其实毋知，因为我顶一张是做电子音乐嘛。对。电子音乐迄是无歌词的，是无会唱歌的，所以后一张其实我无预设立场。对。就看我想要创啥。你要甲阮南管做电音无？泉州迄边有一块南管的专辑，伊就用甲电音。台湾有一个制作人最搞叫小个老师，郑个军老师，应该都是在做这种。嘿啊，对，所以看我的灵感到哪里，我的音乐就在哪。哦，你即摆灵感伫倒位？你即摆灵感在做台语专辑。又毋过你已经做了啊！我讲你后，所以我嘛毋知啊。即摆这灵感在想要放空声。嘿对，即摆灵感在想要等迄个。你要等下班去日本出世？你去日本啥？滑雪。哦，你要去出世？嘿对啊，是我教出世。你搁有咧教出世？对。哦，所以我即摆就想讲，好，我要巴海德吗？毋是，哈库巴。哈库巴对啊，就是因为做了一张专辑，其实我拢即摆拢还袂做乐词，去日本出世，就是我来做乐词，充电啦，放假的对，无就是充电，因为在出世的时阵，你家己理加 snowball 尔，那这时阵就是写歌的好时机，就是看我在山顶有啥物物件会当写出来。无一定，因为你这个人细汉久就想着绑票，出世可能就想着分尸。安尼才对。无一定出世就写出世啊。对。了解，你看讲过我就知影，讲头我知尾啦。对。若是即摆你看台湾做音乐的这个环境咧，即摆做独立音乐，即款恁参照你即款咱讲。较小众啦，家己咧做的时阵，你看咱这个环境是嘛安怎？其实我感觉我这个毋是小众的，你感觉就大众嘛？我即马我讲的大众，我讲的大众是巴蒂，迄个大众。安尼算起来你算小众吧？但是这做的内容其实就大众的。毋过伊的，但是我就是凭我。顶一张专辑来讲，这足大众的。台湾其实足侪听团仔，听团仔其实在台湾算小众，你无感觉吗？伊分足侪团，细团。你若讲到大众，其实周杰伦迄款才是大众。但是你看，最近10年敢有出周杰伦，敢有出张惠妹，都无啊。这是20年拢无。对，那10年、20年拢无。我们的产业现在开始去中心化、分众化，大家拢是小众啊。对，咱就无大众啊。去中心化，系啊。所以剩迄个 Y2K 迄当阵出来的人，对，周杰伦、张惠妹，阿玲啊，即马迄代的，才有迄个 super star，林俊杰啊 ，SHE， 对，咱即代已经就困难。你听你的，我听我的啦，大家都无要交叉啦。所以这都是我的机会。电脑是你的机会，这是我的机会。SWOT 来讲，这是 all opportunity，就是我的机会，就是
有小可的人会当听到我的音乐，对啊，对我的音乐有感觉，因就会较调啦。嘿，嘿对，安尼就是我的目标。哦，嗯，即嘛是即嘛台湾音乐环境对无？对，啊，这就是咱台湾好的所在，哦，就是像我即种 artist 会当伫遮落地生根，对，在美国即种根本就无可能，系啊，所以即个在台湾互我的机会。就是你较早咧问嘛，讲台湾甲美国台湾好的所在。你讲我问一个，阮问迄个版权经理，因为伊是泰勒斯的 fans，对啊，伊讲泰勒斯一张票要7万箍呢。这是黄牛吧？毋是呢，海外一张票几落万呢？一张票演唱会的票，讲美国会较俗，啊，毋过海外新加坡迄边6万7万呢？毋是诶，毋对，就是一张票的价销就是安尼。上头前的吧？对啊，摇滚区啊。嘿，对。啊，毋过一张票呢6、7万呢，我听着我惊死。所以代表讲有人愿意去开迄7万箍，对，就嘛无要看到，嘿，对，为着看到泰勒斯，Taylor Swift，对，所以咱来做几项代志，就是要 dream big，嘿，就是我们格局要放大，嘿，就是我们什么 anything is possible，对。那我们如果想要去那边，我们就要做那个可以带我们去那边的事情。你讲去7万箍迄边的代志，对，你开始去，你敢有想要去一张7万箍迄个世界？重点就是无。你嘛无对。对，哦，我可能2、3千块，2、3千块都你就满足啊。对啊，哦，那也无要紧啊，系啊。因为伊泰勒斯要过即种生活，伊要付出足济，伊嘛要牺牲足济啦，牺牲足济，那代价很大。袂用食，袂用放啊。对，那若是有，若是台下有可能2、3、10人100，上无1000。安尼，这个数量的人喜欢我的音乐，安尼就很幸福，你就够亏啊，不是就是幸福。当然，如果上万人，那我不会去，我不会去。你嘛袂讲买，我袂去暗省这。哦，对啊，在这个阶段，我就觉得，我希望有一小区的人，一小撮的人，觉得。我们有这个很亲密的连接，那我就觉得很棒。系啦，每一个学音乐的人吼，也是讲用音乐啦、用文学啦、用文化这个事业咧创作的人，其实每一个人目标拢无共。你明年个问我一届，可能我就讲我即摆要开个慢热。你会换对，你个会换哦，亲像你换大学共款的换3、4届安尼，哎哟，真正。亲像我家己吼。我即摆咧学南管啦，学车股啊！我想的拢毋是要卖票，要趁钱，要赚钱，毋是，为着你家己对嘛毋是，我是为着即个传统文化。然后一天我的老师拢过身了，即个世界上若剩我一个人的时阵，我就会当摕文化部的补助来过生活。恁着爱叫我一声国宝安尼。我等的迄是迄天差不多70岁的时阵。这嘛是个人的目标啦吼。就像我讲的 ，dream big，dream big， 下面代志都有可能。对啊，吼。好，真系感谢今日甲即个Funky Mo会当讲遮济甲音乐有关的故事吼。咱的 producer 是爱听团仔，然后才会发生即个代志啦吼。这是咱即个语言之声少年人的现语广告电台。咱后一集呢，过来在空中再会。好，拜拜。